动吃，来做事。中国过一黑里望，韩国天桥就看见一条路，来来去去的脚印，踏上一幅幅地图。中国的路弯弯。想起当年离家的几家，熟悉的叔伯阿姨，就变成上坟的高标林沙。国家讲天南地北冇讲过的话，国家俩只能看相片一家问一家，国家。老头摆嘅一家讲法，国家突然转去过去嘅国家。小姑姑转来耶啦，很久没看到，用韩语讲啊。这我们的吗？无讲好作腔样吼。那得所以你有默契啊。二老姑上你个爱过好嘛？我就真好放心啊。人家啲头堂系唱歌的吼。唔用乜啲啊？当然是堂爱当认真唱歌的。系啊。今日转来做嘛？第二做嘛解吼？哦，按重要的任务，当然要来情意相挺哦。好哦。对，她就是我的小姑姑，她就是 Fanny。因为啊，姑姑啊，佢细细时节出体阿婆土爱之外咧，所以佢因为佢拢系差无几多岁。佢遐无唱姑姑，佢遐唱人哋嘅好朋友。唔过咧，细细时节，佢迄突然出去了老了，不管係98歲啦、牛年啦，也係講做乜壞事情嘅話，轉來本人大切對迄個唔免捱。唉，錯啊！上多乜當劇，特擺呢，一條細路嘅做乜嘅，轉來本人大一天天捱。迄無咧，無係因為捱家時節，係按細哦，細路嘅拄細路嘅，本來捱迄蠻哦，最細，計木卡迄有雞排，雞髀仲捱食咯。唉，我未做會出世，雞髀就變價嘅咧啊！計時節捱出緊電哦，電，還有一隻雞髀，結果呢，媽媽就講做唔得咯，你雞髀要多本太家食，我上到喊我啃。我說奇怪嘅，點解要這位？我就冇人去想，有上時嘅，這時間呢，上到很腦筋哦，好吃醋的感覺。你看俺叫冇轉來啊，雖然講屋嘅鹹菜，很笨的，很笨的嗬，保存都真好。係啊，以前轉來差唔多1年我轉來至少有3-4擺。3節嘛，公園啊！你看迪拜都，呀有冇拜天公，你轉來呀為門神，你看還記得嗬？記得啦，睇人都去煮飯。係。你細個時啲無糖料。係哦。唔講你哋最愛搞嘅乜嘅？抗年前。有一擺哦，你抗到衰退，個體格都真毛。你想看啊啦？三合院按道見，嗰陣時細細有當到搞嘅牌。梗係要細雜嘅。唔認識，唔抗到咧邊面床下，抗到幾件咧作下，一定尋唔到啊！尋到
阿媽啦，田阿媽，哎呦，我聲音唔見得。愛食飯咧，結果呢個咁啊，阿叔婆呢個，阿弟呢個來食飯要同佢食，嗌出唔出來？出就出來。不過按多年下來，可能大家講聲唔係講少嘅，有啲人可能老嘅嘛，吼，有啲人要搬出去嘅。古所講，你一做嚟你會出唱大家唱歌曲安尼啊，就冇共樣嘅，吼。你係國家老戲神的國家。冇共樣嘅。如果真係就會想到以前當到嘅事情，吼，讀到叔公也好啦，阿姨婆也好啦，阿伯婆也好。像一家人。正經到親情最親情，正經冇共樣。按叫冇看到嘅，我所看你轉來，愛做乜嘅幫藝術。唔知為什麼嘅呢？你做嘅都好食啦。對啊，唔會啊。來啊，做噃。好啊，你看有乜嘅？做乜嘅？嚟做什麼嘅？哇！我當叫冇轉嚟市場，而結叫冇轉啦。哇！我應該咩請叫啊？以前細細時節啦，同阿媽強下來留料，哇！乜嘢都想去食。但是乜嘢都做唔到買。你睇唔單止有安尼，還有室內，好冇？係種較涼哦。我想去感受一下以前阿婆突然你來了位。老了的時間，以前做唔得食咧，就冇會食到。上海什麼街見俾通通買粉圓，哦，還有粉圓呐，有冇彩色的粉圓啊？啊，迄成細細唔得當好啊。當好啊，做唔得食白的，做會食咧啊？做得糖水、鹹醋，人家菜包落去哦。看到菜包，看到菜包，一起包誒。客家一起包。食菜包好冇？好啊。我係隻菜包，一隻菜包。一隻做啊？幾多錢？40，還忙買菜就成了是水班。調價位粉圓。你啊，馬上吃，馬上吃。謝謝。你聽，有毒我先嘗。菜包。你是皇帝哦。吃慢一點，吃慢一點，我要看。第一口。有嗎？有嗎？有阿媽的味道。兩米哦，董蔥腰。古早味。很香哎，胡椒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當將我媽媽做的味道，太好吃了，這是家的，你還不開米西？真嘅。祝你生意興隆咯，生意興隆。哇，你邊買水果的啦，還有漂亮姐姐。係啊。哎，看到菜要買菜哈。哎，你要買tomato，我還買。洋葱，葱頭。Hello， 條揀樣嘢嗬，我嚟買 tomato。係啊 tomato。好。用白麥。1斤50條。1斤50條。用稱呢？哦，用稱，你要幾顆？唔加湯。自家湯。以前啊，媽都講，啊湯嘛，湯你會講。我講沒有。對啊。你要幾顆？兩隻，你咩愛啊？我要托下醬，好，安尼先。我還買蔥頭，兩隻30條啲料，按便宜。買價低哇！買價低，跟你啲啲會幾久誒？市場啊？20跟我細時間1天有。阿婆誒。醬嘅阿婆啊。係啊，按醬。哎，這個怎麼挑？就不要有疤疤坑坑之後誒。冇漏漏。要找做的。好嚟找。因為我搬走出來。差唔多。哦。跟住兩隻30條。兩隻30，我哋搬咗67。好。97。我想講吼，按醬嘅後生阿姊，我想冇，當醬嘅阿婆，我想講吼，因為我用嘅7千菜，有一啲啲，我想我一葉嘅做得本來一啲啲咯，一絲絲嚟，真嘅假嘅？真嘅啦。哎呦，我排泄哦，你講90，你那邊，一葉要做好，一葉要做好，兩3皮做。
谢谢。辣，你要吹私宠的文情。哎，给加公道啊，有这个遮雨的地方，你买肉好吗？按道吼，哎，当中给阿媽以前啲嘅位買過啊。有吼，歡迎歡迎。Hello， 條揀肉。條揀肉。喂，你好，哎呦，怎麼？醬嘅條揀肉。四重條揀肉都按票上。全部按醬哦。好啦。喺度買。啊買醬嘅豬肉。係。係。夠肉嘅喎。誒夠肉。送咗夠肉。哎有一啲咧。要一啲配。呀对，这块我来搅很嫩。我愛做漢堡肉用呢。汉堡肉。啊，它豆的喎。嘅鍵班差唔多。差唔多鍵班。差唔多鍵班。差唔多嚇。差唔多。哦啊。那这样，按你去拉嘛。拉啦，應該拉，左地，那你搞一下，260哦，哦，可以吧？左地啦。差唔多哦。哎，搞吼。左地啊。左地啦。哎，你全部有煮的哈。哎。謝謝。然後講以前啊，拜拜。以前啊，阿媽都細吐嚟了，就講誒，哪一攤啊，有煮個檔口食，一天都買叫朱文學。唔過後尾阿媽腳下冇方便啊，就講誒，其實冇出門，都捱出門就講誒，你去那邊。挺好啊。挺好。所以回到市場來，有懂得唔單止買東西，可能。有懂得以前的事情，然後全部喺回味。真嘅。唔記得話，迄時南韓細嘅時節，阿媽帶你兩啥？驚你唔見睇。啊，做迄個麵店嘅調解嘛。有。買麵。龍源宮那邊對不對？佢搭係都旁邊，佢搭擺咗拿糖嘅俾你食。嗰調解冇叫咩嘢，當愛嗌。當小愛做。你就是很可愛，你就是很可愛，大家都愛你。結果咧，條家講，阿祖誒，姑姑哦，本嚟做乜嘢？當日都本兒同嘅時講，好本兒，買本兒，哎，搞不好你現在就是米店千金，拜託，還有15台的米，我們要買那個無機種，無機種嘅토마토。哎，有美生菜哎。我買好，我拿好了。115。对。哇，你看还送葱，好，謝謝。所以我很愛來。好久不見呢。中午到了。就是他。細時節啦，阿媽都本來是6條。對啊，以前細阿公啊，怎麼買1份？正經。太假本。哎，可是你都上來了，每次最後一口，最美好的來給你吃，那換我餵你，好啦，可以啦。乖。那做嘛？哦，做得啦，終於錄啊！哦，終於錄。哎，中菜冇按改哦，所以講我哋中行吼，我下得排前面。多謝。折尾茄子。動詞，來做聲。好久不見呢。我找你找好久，我跟我姑姑。你好。阿婆過世好久了，難怪阿婆都沒有。哎呦，很哭。真的，難怪。今天來就是帶姑姑來市場。我馬上說，那你同學啦。哎呀，我剛也。我媽媽最愛吃你們。對，然後最疼她，每次都說福州丸呐，對，福州丸魚。我其他就幫我拍。哎，看到有看到賣鹹菜乾，專唔賣嘅鹹菜乾。呀，係鹹菜乾。鹹菜乾。哎，你就泡菜的客家泡菜。啊，泡菜啦！用泡菜，用泡菜。你知道泡菜是什麼嗎？泡菜就是塞到瓶子，用乾的。哎，用蠻托啊，用稱的係嘛？這一包。固定的
重量，那最大块的披毛。啊，没问题，系做的。你要闻一下，一定懂香哦，种的甜色哦，很香哎。香了，这个也很香。懂香。哎，好香哦，对，这自制的。还有一滴滴的酒蜜。对，有冰是的各种的米酒。蜜酒哦，因为发酵係嘛？你看我迄咩好皮塞，好，跟我買2包。2包呀。嘿，啊，那雞卵，我買卵，要等下，那有幾多隻？差不多7張。那麼7張。差不多啊，我覺得這樣很漂亮啊， 60不要縫偏。有白有紅，要嘟嘟紅哈。好啊，你要幾多錢呀？60不？很多2包。要100，要60，這樣可以嗎？你要還買什麼？差不多哈。差不多。好，1包60不？160。看一下有60塊嗎？沒有，快花完。準用。謝謝，好160。老闆娘拜拜。張來聊，張來聊。哇，很熱咯。我上愛識到較冰涼的東西。走，你可以見一啲哦。好，走。小心啊！动物到了，就是它。老板娘老板娘 ，Hello，你好。好想念。哇，好想念，好想念，闻到这味道就凉了起来。马上降温。好想念冰的味道，很香。招牌，招牌。細細時節啦，阿媽都本愛食綠條。綠條，兩啥子？綠條我很愛。三腰係嘛？鐵條。鐵條。鐵條好嘛？全部條。好，還有乜嘅？酸梅好不好？酸梅。哇，那個酸梅那個聲音聽起來好好聽哦。人家那邊酸梅變當好食。真勁。多謝啦。你看門面，龍潭人就是不會老，就是這麼漂亮。對啊。來，小姑你先吃。我又要长辈先吃。酸梅哎，我要先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先吃我想念很久的绿豆。哦，以前阿妈都买这个。你看我双色，好好吃哦，好怀念，对不对？味道都没有变哎，有颗粒哦。啊，试看看。你吃？我以前很少吃花生，我今天要来尝试一下。绵绵的，有果肉。对啊，人家都吃。我觉得在台北吃不到。他都吃，你吃酸梅，他整颗酸梅给你。口嘎一早就来下重本。讲到口嘎，听说老板是你的小学同学。小学同学。太好吃了。对啊，以前细细的阿公啊，怎么买1分？正经。太加分。1、2、3、4、5、3、6、3。哎，可是你都上来啦，每次最后一口最美来给你吃，那换我喂你，换我喂你。好啦，可以了。乖。来，我要送你一杯。对，是差不多诶。专业手工嗰邊。哦。看下菜鹽油嘛？寫好做哦。加油都盲買好嘅啊，菜鹽油啊，而且它上的喂。我們是買。哎，你客家人，所以它上的喂。給佢食，給佢食。好嘅，給佢食。阿叔講唔掉菜喎，冇係。我佢今晚要愛做些咧，條條冇客叫，冇客多。叔公，哇，真係啊！你嘅冇係，我都唔敢睇你哦，我講啲按冇係，身體按雜。我哋菜園種菜吧，哎呦。哦，我帶一個壯丁的，然後天使。哎，嗰時候咧，很好啊。你要按到死下種菜，按健康。喺度上阿哥。今日做乜嘅？哦，你聽到水嚟去菜園，係。我細時節夠了吼，幫阿婆打。哦係啊。都阿叔講，都阿叔講你要去教水。誒，係你強弱你要揾啊？係欠水嗬。係咯。好。哇，有涼哦。有，真的。也係咧醬水。醬水，真的。你喺菜園哦。今日嘅配料係嘛？配料好。哎呦。嗰個水款上來。好。哎，細時節做唔得搞，你阿做得搞，潑你身上。點解係嚟摘菜？摘菜嚟做。我當我當叫冇送。哎呦，聽下來啊！好。
莫变差哦。天天的，爱做的，爱做的。哎，天天的，哎，东久冇做这种事情。以前阿婆会开冷的，还开水的。开水，做得嘛？呀，做的韩国一套嘞。哦，宽高一，好的，宽点。今日做个杂菜咯。哦，嘿啊。还有很多的番薯呀。番薯呀。呀嘿乜个？呀嘿小黄瓜。啊小黄瓜。呀嘿我啲秋葵我看到诶。秋葵。秋葵我打了摘掉出去。有好做的哈。今日成種了吼。你係乜個？呀嘿吊菜。吊菜，吊菜嘅哦，係吊菜，唱嘅吊菜用啊，係腔種係嘛？腔種。哦，佢邊一種了佢？係一種了，係。你可以用綁起來。綁起來。你啊，你出價做咗點啊？係，咩啲一綁起佢啦，因為佢咧筋啊，纏到入邊咯。綁團體佢，哦，啊夾個線上嘅筋多啲咧。哦，都唔會。你這樣會打開咯。難怪啊！啲台北嚇有陣時種飯也好，種乜好。種唔起啦。種唔起啦。哦，係。你有邊啊？跟小個綁落去。綁落去。你有邊背下啦？哦，安尼。背，係。唔可以放鐵樹。按做的。係按做做。我是 Kim 啊。唔是 Kim 啦，叫做上啊。唔是按做好，跟腳頭拿嚟過嚟。腳頭下那個歡樂農場。啲入邊，企入邊。開心農場。按做嘛？哦，做得啦。嗰隻個個。這個個。東昂寮。係東昂，因為人中意滷啊。哦，中意滷。誒，種菜冇按改哦。假是嘿哦，農家人都係樣啊。按樣做得嘛？好，做得哈。好。我嚟做監督先嚇。你最愛要出去監督啊？最愛。兩片背下落去。哦，嗰邊冇兩片係。兩邊。你係腔種嘅嘛？腔種嘅面橋，我哋面橋。面橋。所以講我哋中行吼，我寫咗牌嘅前面。做得。折尾茄子，那先見咯。今日就等咯。好哦。哇，你乖。哇，兩邊有一條，應該做得咯。哇，兩邊還有一條。所以講你做得嘛？做得哈，有及格。哎呀，親哦！哎，像挨命哎，做好，好，看一下啊，姑姑。好，看有及格嘛？來，你看最太條呀！哎呦，你係水果小黃瓜。水果小黃瓜，跟食起來像水果咁切。對，見太幾哦！耶！最巨大的，哎，東江呢？你沒有農藥？沒有。應該。你錯，你講應該。該。哇！所以講你冇聽同。隔壁係咩秋葵？係秋葵。你韓國語你有冇聽同？很嫩哦。哇！阿叔講吼，你倆很強哦。個人的想法是懂愜意。我了。哦，對，哎呀，親哦。來，收穫滿滿。謝謝。嘿，阮摘吊菜，它太條做。太條。將兩隻。哇！很強哦。比市場賣還要強，真嘅呢。哇，冇些農藥嘅吼。來。雖然較濟的，不過一定當好食。一定當好食。然後我吃到你啊吊菜嘅龍，你平常時咧冇空樣。哦，冇空啊。口感咩冇？你啊都客家人咧。客家人咧。有得去難。你啊調做得冇？做得。很強哦。哦，做得咧吼。冇一下就摘起來。等下全部摘槍。阿叔婆沒愛呢。給剪刀出邊，你整一做出來。好。煮菜。來。我來，再看下吼，來，你試看啦，有大廚的樣子哈。做得冇？味道嘟好，正經一個正經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對啊。你有看過小 S 的節目嗎？很好吃。一定會這樣。很圈，好好吃。動吃，來做食。姑姑，你看有厲害嗎？真的。貼一百滴利木糖下做料理本人食。泡菜。做你見邊買啊？做肉餅，泡菜肉餅。因為你喺國外轉了，你見邊用阿媽料理跟你的西式合在一起，你看到的漢堡。
真的。让这个没卖差了。没有家乡味，好吗？可是现在东海天数哦，哈，看一下，我有在做料理的哦。有冇？有样哦。哎，糖都上上哦。試下阿叔講中，做菜出來自家勁做勁食啦。甜甜。同特別的美食。沙律點嘅係토마토啊。小黃瓜叫我咩紅配綠哦。真勁呢。唔會哦。按你做的。按你做辣的呀？表妹要用醬醬哦。當然啦，強烈來切蔥頭。冇料冇汁哦。莫按感动。你睇啲天師禮拜度有一個封號，你冇？是最愛哭的評審欣賞。最愛。感動先生。喂，我講特辣，我簡單之後，做得冇？哎，你記得冇？你第一擺啊，搞我啲細開時間，我煮東西，我吃到牛樣香到我。你搞我用乜嘅？用乜嘅？用鳳菜頭，切到泡泡，煎，然後放辣椒。我覺得你喺一開始係會好煮菜嘅起源。本來唔識本地，紅菜頭唔識做。你就搞我就用眼都記得。片你講嘅係洋芋片。對，跟住攏係亂分開來。幾多隻？10出嚟。哦。蛋白亂放落，亂拍。亂拍之後。分開來。糖豆上有吃到哪位煮菜？從一位哦，報告大廚。哎呀，這麼快！大後咧，我都還蠻看到呢。你以前啲托骨燒一骨種，都係成起司洋茶齋捱去。哦，有冇？當然要。有嗬。係唔好？啊，那調色物雞咧？調色物雞。調色物雞，做你講啊？唔講啊，我冇乜驚啊，你而家叫我死人驚啊！調色靚仔嘅，食到7、8色。7、8色骨燒呢？你會遲到係因為我係食兩載，食兩下，之後啜，你就會遲到。你都係咪？小姑姑，在捱去學校，我因為在去學校。遲到。我就遲到。我是本老師嗎？你看。做班長嘅，係咪遲到帶頭？因為啊，聖誕節你看看我最順，安潔莉娜·裘莉，我跟你講，不用醫美哦，唔是哦，他搞到勞動愛去封存，最自然的哦，是不是？還有嘛個蒜頭一定愛啊！以前阿媽都係，係啊，你要做唔得？我背脊哦，你要按你舒服嘅。哦。有冇看有冇做菜做料理吼？有樣哦，有槍。你要生唔咩青菜好唔好？你條唔可以看啊。差唔多哦，因為咩要有啲口感。大廚來，鹽巴等等。你打開幫我好了。記得要講哦。哦，現在一些些做。一些些的，只看啊。再來，胡椒較多啲喂，我要細的。胡椒。我要胡椒。好，再過來一啲咧。冇打太久哦。唔係，然後咧沙律咧，人家攏係大亂拍風嘅。全部落嗎？對，給我，都給我。後背攏係拿水，因為吼以前啊，我有冇阿媽講，你煮嘅肉鹽吼，你可唔可以多汁？有冇按後生？我自家一開始整嘅是早，因為要打水。要生嗎？來，生。請給2。可以，做得。裝得熟啊。做得，好，做得，攏係大啲嘅水，好做得，再來一啲啲咧，好做得，大水。用水咯。本肉吼，打到有一啲咧，你看點，有一點出線條，有膠質的感覺。其實啦，以前啊，安尼做得嘛？阿媽做得，阿媽啲做嘅時節啦，拿去天幕整，整起來就當好食。是當香，睇下是電落嘅劍。真勁，我哋啊變落去咯。錯，做唔得變咯。我做3隻好冇？好啊。我先做3隻。哦，很香。做得哈。好香啊。好。大廚。我來。做唔得炒你還是哦。嘿。你另外一個是漢堡嘅時節啦。酸黃瓜。錯，我用酸黃瓜，我用番茄，我用順呢，用。有沒有創意？安尼真有客家。請拍手。
拍小放手，烟火，拍小有冇唔手。快有獎喎？哦，行正行外，有哈。有呀。我想要冰一滴滴的水去煨它。冰水呢，要做得分量肉較結束。其實呢，兩多年啊，我要因為自家開始食較健康，我自家煮菜。迄毛杯唔離身嘛，該有啊。有沒有？糖料上衣。吱吱喳喳，吱喳喳。好來試看下哦。熟嘞熟嘞。我很崇拜我自己。好，謝謝，要拍拍手了。來，拍拍手。你一定要拍拍手啊！來，你試看啊。做得哈，有大廚的樣子哈。做得無？味道嘟好。正經要加誒。正經，我這個是嘟好。增加你愛神拿去了。你沒騙愛吼？是看有偏到嘛？其實我當緊張，係想講對我安好。看有做好嘛？有，係想看。皮做當香哇，好好吃哦！對啊。你有看過小 S 的節目嗎？很好吃。一定要這樣。很圈圈，好好吃。要幾圈？含料水啲拱堂那種的料色。好好吃哦！完了，我太愛我自己了。沒有烤箱嘛？你睇你。變咗了。來咯。撲菜要撲餅。哇！我覺得懂崇拜我自己耶。拍手。很崇拜我自己。我講阿公婆啲料味，我覺得他聞香而來，希望他保佑你。記得講，阿叔講合100吼，我煮了了吼。真勁吼，唔過阿太識仔啊。阿太識仔，你就做得用做仔啊。做得。100。用豆腐。100你做仔咩？用的。真勁呢。面渣。面渣做的。來。盤子給我，助理。你今天二廚真的是做得還不錯嘛。兩面下講哦。好，跟你農政不用拿到後背以後誒。有練過一隻樹大亂嗎？有啊。看我的厲害。看你表演就好呀。哦。我讓管。來咯。唔漏佢哦。我要失敗了。講。快點，蛋殼撈起來。啲簡短的時間，總之含那個幾把佢夾到凍哦。錯，網友會看到。繼續本個剪咯。啲簡短的時間咧，你就來組裝咯。一般來講，哈，生菜一定有嘛。一定有。我們先把肉放上來。沒有，以我的美感，我想要這樣子。幫我看一下蛋，亂看一下亂。二廚所以做了。一天愛啊！而你看一下東澎拍，好冇？來咯！這個時候就會扣一眼美感，好冇？嗱，一間用慢標，跟住接嗰啲攞嚟煮物嘅客家料理。啊，我最懷念嘅，係。你記得阿媽會買里脊咯，肉絲，阿媽都講肉絲，即泡泡嘅。錯。你做哪嚟？做安尼煎咯。出檔好食。出檔好食。以前啊，細時間你還記得？北風菜的時間，從那北風菜，你不看，一定會出現一種東西。乜東西？你就跟我講哦。我想下。我想呀。3、2、1，王卜飯。因為細時間，你冇乜個機會做得。很奇怪啊。做得吃零食，你還記得冇？因為停天。係。又做唔得煮飯，做唔得煮菜。錯。哦。阿媽做喺你面床下，即個種喺黃埔。真嘅呢，真嘅喺面床下哦。真嘅咯。大家都唔相信，不要我面床，哎呦，圈，我們叫圓圓滿滿。很正哦。有嘛？有沙皮嘛？有啊。講咩種開玩笑嘅好冇？你啊係用愛自家做嘅，係做造型咯，還用愛感情。啊，你安尼不用練啊？是不用國旗嗎？不是，安尼不用練哦。啊，準備按好哦。準備當車哦，姑姑搶向用。很厲害哦。練到阿媽咪絲嘅學菜肉餅嘅回憶。一重哦。做得好，來試看下。我做煮麵嘛，做的。
各位朋友，差唔多2人份。差唔多哈，来咯。来做法。安尼哈，要转吗？转。第二位鸟要念的，来数，我的手要烧。来送你亲。安尼做的吗？拍拍手。哎，我觉得你根本就是要杀我，刚刚手很烫。动吃动吃，来做事。来吃无穷样的意大利面。哎呦，拢爱一煮就超过啦。你嘛该天团。客家天丝团。所以你要做嘛该客家美式的意大利面。哎呦，国际化，原本没有阿叔讲菜园，炸个菜啊，不用多。好，哦，刀工就输我啦，哈。哎呀，我故意输你的。难得的啊，就 Andy 还有限。哎呀，没讲还有限，他无限。他无限。不过转来高原高节。哎，你从头喊你穷下，穷样的是大卵。哦，大卵，你爱嘛该？2只。2只卵。啊，大蒜哦，大酱对哦。好，冇问题。大椒、大匀对哦。我细细时最好做咩？大卵，睇个咸点上去做。2厨买只碗来哦。好，1只碗嘿。我系种토마토。好，来哦。混嚟咯，什麼嘢？唔是客氣啊！我有看到2隻冇強樣嘅토마토。唔記嘅。我家講細時，我最好是阿媽以前有種我最想食。也係阿媽面試。切開來有冇？tomato。切落去不用冰箱。咩tomato？筍末。哦，筍末。筍末。大火落去煮麵哦。以前啊，唔單止會煮東西。哎，你生日蛋糕咩你買？哦，唔過當簡單。阿媽、養老太、韓國嗌，全部3月份。對耶，二老養老買12月。牡羊座就是。1年2隻生日蛋糕 pass。好，你還要做乜嘅？我嚟講。我這個切啦，你要做的開始煮麵。哦，我先開火煮錯嘅。開火。佢看起來一夾哦，攏係差唔多。你家煮咗一時嘅時間。好。等。你所以你去摘嘅。你家阿叔講。客家長有嘅，按怎麼解？麵條。麵條。唔知我有隻朋友叫麵條，孟橋。麵條。等間你莫叫我，因為你要剪佢哦。哦，冇問題啊。應該做煮麵嘛。做得。各位朋友。差唔多2人份。差唔多哈，來咯。來做。安尼哈，要轉嗎？轉。第二位鳥要念的。來數，我的手要燒。來送你親。安尼做得嗎？拍拍手。哎，我覺得你根本就是要殺我，剛剛手很燙。哎，火好了，火好了。哇，你上汗好燙哦。安尼怎會香？真嘅。迄油蓋鉗落遐夾哦。好啊。莫俾佢浮出來哦。哇！來做阿婆的呢？真嘅呢，恭喜你做阿婆呢，奶奶。小魚很愛奶奶。奶奶。佢很愛奶奶。以前都配啥？比如講，別人叫你奶奶啊，你要正經的孫呢，一家的孫呢，你有蠻感覺。深度訪談。跟你們教一下呀，孫呢講客家話嘛。我教一下。會哦，哎，等阿伯啊，哎，你做阿伯，容易，哎。筍，播下先嚟喂。我係你拿起來喂。你係食薑絲炒太長，一定要筍。無筍無鹹都無好無香料。還有乜嘅客家炒肉，一定要鹹啊。鹹豬肉，重頭。來咯來咯。來咯。tomato。無記嘅。還有牛番茄，好冇？唔結叫冇煮了好菜。依叫哦，因為阿爺冇想愛煮。你哋係做貴婦啊？哦，貴婦啊。真勁，竟然會進來獻攏嚟鄉下煮菜啊？狗不理撒嬌啊！誒，未來應該嘅，應該。真勁嗬！你睇標而家嘅卵係冇？誒，好。你加先咯，冇按醬，愛加啲咧 ketchup。哦，誒，人家真咩功夫菜呢？
就是一偷一偷，听听的吃，听听的吃。然后讲，米头上有层次，一层一层。你底鱼中面有都臊子面吗？系啲啊，咩当枪臊子面，迄加菜有点布，像哈。有没有加菜布？就当好吃嘞。我先吃哦。你怎么不让我先试？可以吗？做得吗？我信你。拉爽。来，相信啊，真的哦我。想要加啲咧，马该番茄酱，有一丝丝的辣。做得。做得。好，来冲面差不多的呢。你做得吗？你做不我？当然可以啊。哎，来做的，会掉下去。哎，不是那个金狼水哈。不是，好这叫过来。来哦，有没有？哎，你拿起来有这种 Q 弹弹的感觉。真正的意大利面，我们好食，爱吃到有一点是，種得甜軟，甜軟。我哋要放一啲起司，本佢哎呦，椒和濃稠人家說的，真經中西合璧啊！中西合璧，好，你講了解乜嘅？雕出來雕出嘅，我講我要隻撇布，所以講大家啲屋坑啊，以前學到嘅。你喺香港，佢唔可以變色嘅花，放落水，浸落水就唔會硬，做唔得尖香蕉就唔哦，會氧化。尖香蕉會腐腐哦。哎呦，因所以阿叔講屋卡嘅雕菜嘅吼，係啊，迄時阿媽有種哦，你自己來很強菜哦嘢，耳環，哎，不要玩食物，不可以玩食物，對，好，做不得，做不得哈。做不得。煎涼面係冇？煎涼面，好，哎，古典哦。好，干煎哦，等下你火管的，不要一丝丝的盐，一丝丝的黑胡椒。哦，很香哎。那地方干咩要按你煎哦？你看甜丝哦，哇，你要黑胡椒要拍胡椒，黑胡椒。哎，一丝的盐，这哇，有这个有这个，那火管的，哇，好香哦！有吗？雕菜的冰，吊菜汁，按当香呢，看起来这，说起来来酱当酱，好。等下帮你摆盘，系冇？哇，好美诶，冻酱。含酱哈。哎呦，我家看到还有配的东西喺冰嘅冇？有啊。好，给唔成冰。要还是不用嘛？你知道？我吃到安尼做做的。系啊。你摸矮啊？哎，靠你啊！还有个很懂葱叶的，你咪解？马屁。结晶。结椒唔係一天要煨雞肉哦，一天要煨3層肉。冇一天哦。哎呦，你要想要贏我，想要養我哦。冇哦，意大利廚師搞。哇，安尼咁好食。哦，我批到香味。做得。我批到香味。吉醬，你講嘅吉醬係冇？哇，客家風味田園意大利麵。拍手。耶！辛苦嘞！很姜嘛？有姜，容易看到暗姜。那个要什么叫做秀色可餐？先生来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干杯！干杯！好香啊！哎，好好吃哦！你改點？我有當厲害冇？你的上名。我用啲鹹菜，客家鹹菜代替那瓜嘅蒜味，還有脆感。不是用美國的酸黃瓜。不是，還有我吃到手工嘅小黃瓜，不能帶住油誒，它有不一樣的味道。你買嘅泡菜真勁當好食。阿媽煮嘅好，我嚟做。你聽咩講？我孫你很香哦，很好食咯。我孫你很威哦，有冇攏隔壁唔使講？有嘅，原來客家嘅菜做得安尼做，我知道，我唔知披薩有做過冇？唔過我知道佢比安尼做，我自家當感。我自家當感。真勁當好。好吃嗎？哎，好吃。你是挑剔人，可以嗎？好，可以。換我挑你。來，有薑嘛？有。你看，等下。
哦，好香哦！这个啊，有，做得。有讲吗？都得是一决高下。来哦，来哦。那边冇中央。睇人寫字都好食咧，我知 Cindy 嘅拉嘢冇咁嘛啱好食。很好吃誒，專門啊，愛食物雞哦。一天愛搞物雞，吃前菜。吃前菜。還有我哋調出嚟啊，食起來正經濃，你啲台北市咧冇中央。買唔到啊。有一點節瓜米絲，奶的味道，不是奶的味道，奶的味道。你還愛揾結醬。揾結醬好。你還愛揾一下結醬。來啊！這是正經的客家麵。正經的，來啊！乾杯！乾杯！那邊冇中央，很特別哈。這就冇中央神秘。又香。我唔知佢將邊個意大利麵做得安身呢？我迄時唔敢食。我兩百一定要加。我迄時細細，阿媽敢我食，我唔敢食。原來結醬啱好食。真正的講到了，結醬講到阿媽，講到佢俾人看，小神到了哈咯，甜到會啱的，你吃到佢。但很醬哦。當醬攏強啊醬，希望佢俾你做隻本安利涼茶，也係安利木卡兒有種當好的回憶啊。係啊，專去做啲煮本太家食。他大爽的就會講，我都特別想講啊。迄阿媽啲鄉下食都當好，唔係啊！阿媽而家做鹹，可能你自己喊乜關係，好冇？好，就是希望你都好，大家都好，就是有限大家鄉下食，事業順利，身體健康，也咩供養哦，更上一層樓。謝謝，煮飯，炒嚟煮飯夠常食。冇問題，其實挺多。好了，聽下先，先把這吃掉。好啊。其實我家上到，當然提出的，攏自家姑姑鄉下啲料理煮菜啊，進來呢度看看啊。因為大家可能都啲講，我婆過生影響我當冇想去進來，因為想到當老以前的事情。在講中，其實之前我同姑姑有一點誤會。因為姑姑希望我當好，因為為到屋企嘅事情嘛，我自家又係最大嘅。我所講阿婆冇菜嘅，爸爸咪冇菜嘅，有當到時間可能你都過自家嘅生活。叫佢出嚟想講，你有乜嘅機會做嚟找個大家鄉下，每當時冇了解冇咁有啲機會，雖然講係攏係。細姑姑涼茶天天講，因為阿婆出邊咗幾位嘛，邊咗塔幾位，還有我爸爸，我想見邊佢可能要來，我只係感覺啦，唔過我只係咩想講，當大嫂冇嘅機會做得煮，我見邊自家煮嘅東西不一定食，加涼茶都差唔多嘅叫字，因為都因為阿婆嘅關係啦，見邊有啲啲地方我知道。對我來講，每一種對自家也好，對家人的和解啦，或者是也係講，對自家一種補償的心理。熱烈烈，愛會散漫過每一年。
重逢见面的时间，爱的爱两世年，一天我会好好来，记得你思乡的永